第二就係根本上要俾我發現而係醫治我啊嘛。咁如果唔係我知嚟做乜啫？我啱啱想講嘅就係我喺正屯門醫院喺正門口炒單車，咁所以我覺得啊係有啲嘢㗎啦，係要我去 check 㗎啦咁咯。咁 check 到咁佢要得我 check，咁嘅有原因要有個使命俾我去做完成㗎啦。平日嘅周永恒會去到唔同地方分享自己嘅故事，希望年青人認識到佢知錯悔改嘅經歷，生命先能夠煥化出精彩嘅明天。希望佢真係知我做錯過嘅嘢，然後唔好學我以前咁曳啦，咁樣。咁然後呢，我生命就改變咗好多啦。我唔再我見到個社會上面好多年青人都冇咗個自我肯定，會俾一啲邪惡嘅核心價值同化。咁我好想介紹翻一個條正路俾佢哋咯。咁我自己曾經兜兜轉轉行過入好多好邪惡嘅地方，亦都沉淪過一段時間。咁我好想同佢哋分享，即係借助我自己可能識得彈吉他唱歌，可以令到佢哋集中注意力喺我身上聽我講嘢。希望可以同佢分享一啲正面嘅信息。冇㗎，好簡單嘅啫。我覺得就係我有寫歌，有得有機會唱歌，然後原來可以生活嘅，咁啊得㗎。回望接近10年嘅娛樂圈生涯，相信周永恒點都估唔到，仍然能夠喺呢個圈子再次起步。佢唔單單可以用自己嘅創作歌曲打動人，佢嘅生命亦幫助正喺迷失方向嘅年青人活出不一樣嘅明天。如果你對今集有任何問題，歡迎打嚟人生熱線81008012。內地嘅朋友可以打嚟4007168968。我哋好樂意接聽你嘅電話，同埋為你祈